香港為呢個為認聽係什麼？吹有東風啊！吹有呢些東風的話，香港明日風勢會增強。點解我睇香港呢個位置吹緊東風，吹有東風，即係22公里每小時偏東風，意味着吹有6級東風。到星期五，偏南風影響廣東西部沿岸，同一時間，係個偏南風影響廣東西部沿岸。成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，意味着下個星期六呢兩隻交匯處會形成咗強烈雷雨區，意味着呢邊吹緊偏東風咯。而本身原本香港受偏南氣流繼續影響廣東沿岸，就會形成一個低壓槽，嗰個低壓槽星期六會逐漸向南移動。呢兩個交匯處啊，偏東氣流同埋偏南氣流喺呢個交匯處，可以睇到星期六風勢比較大。香港沿岸點解？因為有偏南氣流及偏東氣流交匯處喺度啊。到星期日，香港會受偏南氣流影響，偏南氣流啊，偏南氣流影響同一時間到下個可以有北風落緊嚟，冷空氣落緊嚟啊，可能成暖空氣上緊嚟，意味着什麼？有個冷風或者低壓槽，類似冷風或者低壓槽會影響廣東內陸地區。到時候隨着冷風向南移動，香港天氣會漸趨有暴雨跡象，因為有冷暖氣團交匯，會形成鋒面帶通過香港地區。到星期三會吹東北風呢，都係吹東北風。到星期五你又可以發覺啊，點解啊？因為偏東氣流落緊嚟廣東沿岸啊，偏東氣流入緊嚟啊，同一時間偏東氣流入緊嚟內地區啊，同一時間北面有冷空氣落緊嚟廣東沿岸地區，意味什麼？意味着又有雷雨區發展啊！東北風同埋偏東氣流入緊嚟，呢個又有雷雨區發展啊！高克風落緊嚟，同一時間香港受什麼啊？偏東氣流影響，呢個又形成個鋒面帶通過香港南部水域，所以嚟緊又可能又有雨落啊！跟住隨後又有東北季候風啦。都係又有東北季候風啦。
都係到下個星期。片都未有入緊嚟啊！你入緊嚟，開始入啦。片都未有入緊嚟，跟住上面什麼東北季候風，有可能又形成個鋒面，但係香港沿岸地區會再有，所以嚟緊又有梅雨。